賽程快報。大家好，三藩市星島中文電台2026年世界盃特輯，我係殷偉文，我係鍾偉文。鍾老闆有冇睇西班牙對奧地利啊？當然有啦。係場波精唔精彩呢？當然精彩啊！比賽結果係3-0，西班牙就順利晉級16強，奧地利就要返老家啦。成場波呢，我覺得西班牙隊係打得好輕鬆嘅啫，佔盡上風嚇。2/3嘅時間個波都係喺西班牙腳下嘅，西班牙簡直就係撳住奧地利嚟攻啦。嗱，講下個射門次數啦，西班牙22次，奧地利係5次，喺5次之中咧就冇一次係射中個龍門添，所以奧地利嘅攻勢完全對西班牙隊係沒有任何威脅嘅。咁西班牙嘅球員穿21號球衣嘅歐亞薩巴，喺36分鐘接應隊友庫雷利亞橫傳就入咗第一球。西班牙球員66分鐘又係穿12號球衣波羅啊，用頭槌頂入2-0。第3球嘅波咧就係89分鐘，有第21號歐亞薩巴梅開2度射入3-0，鎖定西班牙出線16強。3-0呢個賽果係好正常合理，完全接受。咁就睇下西班牙可唔可以進入8強啦。今日講第2場波啦，我覺得係比第1場波更加精彩，就係葡萄牙對陣克羅地亞。點精彩法呢？係咁啦，相信唔單止我同你覺得精彩，我諗好多球迷咧都覺得非常精彩，值回票價。上半場大家係互交白卷，去到下半場53分鐘，阿佩里14號球員響小禁區近距離射入網，咁克羅地亞就先開紀錄1-0領先。68分鐘 C 朗咧得咗一個12碼，追翻1-1打和。呢一球咧係 C 朗創造世界紀錄嘅世界盃淘汰賽最年長嘅球員進球紀錄。不過80分鐘主教練咧就將 C 朗換出。94分鐘臨延長之前，葡萄牙嘅球員莫拉斯頭槌破門追成2-1。比賽去到103分鐘，克羅地亞嘅球員就依然係搏盡全力，絕不氣餒啊！喺呢個時候咧，克羅地亞就食咗個炸糊係越位嘅。不然的話咧，就會係個賽果係2-2打和嘅。呢球波咧好大爭議嘅，因為都真嘅係場波精彩啦，因為兩隊波咧都互有攻守。克羅地亞咧就實力雖然實力都唔及呢個葡萄牙，但係球員咧非常之落力，交足功課。克羅地亞嘅隊長莫德里奇就拼命追波嘅，即係睇住佢追個波出界，佢哋係拼命咁樣去追嘅，明知追唔到，佢哋係努力嘗試嘅。咁佢嘅體育精神的確係令到啲球迷好感動㗎。其實佢追嘅唔係波，佢追嘅係理想，追嘅係永不放棄嘅精神。只要個球證未吹長雞，佢依然係拼命追波嘅，係拼搏到最後1分鐘。呢個就係體育精神啦。結果咧，葡萄牙咧2-1擊敗克羅地亞，鎖定16強出線。嗱，呢度咧有個小插曲嘅。完場之後，阿 C 朗走去主動擁抱阿莫德里奇。C 朗同阿莫德里奇咧曾經都係效力於西甲嘅皇家馬德里嘅球隊，佢哋係隊友嚟㗎。佢哋大家並肩作戰咗6個賽季，所以有一份深厚嘅感情㗎。好啦，今日時間又夠啦，又要同各位聽眾講再見，我哋下一次再傾過。OK，拜拜。